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万事万意。我愿陪一生。离开你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啊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我来到这哦，是要找一个人，啊，这个人哦，就亲像亲像悬，无我遐尼悬，烟头无我遮尼烟头，哦，腹肚表搁较大，啊，搁会一直流喙烂。对啊，敢有这个人啊？无唔对，确实是有这个人，我甲伊藏伫落去，大林啊，啊，你是安尼要甲这人藏起来？因为我要保护伊的安全。安尼就对了啦。所以讲大人，你先囡仔吼，是你啥物？小人你甲这个人有交结啊，头家赶去。马上，竟然甲对本官无礼！乌白来你啊！哎呀，大林啊，唔通生气啦！哎呦，安尼啦，你大人无咧。好啦，大人你莫生气啦。我意思是讲哦，啊你头摆毋是讲要保护这个人的安全啊？无唔对，来人啊，甲人带入来！嘿，大林，歹势啦，这个唔是阮要找的人啦，歹势。既然来啊，确定一个啦。阿草，大人啊，你现在哪是拍到呢哈？千里顺风，恁两个酷势麒麟，这人无要受恁的威胁，你就甲拍重伤，罪大恶极，你该当何罪？你拍，不是你拍。无啊，我个在。比比。这两个了麻烦。请问大人，因两个是做唔到什么代志？你这两个小下欺压善良百姓，这个人无愿意受因的威胁，就叫伊拍头伤。我怀疑因敢安尼做，拢是受到你的指示，所以我专工甲人带来这，甲你当面对质。你若是无合理的解释，本官就要将你做伙带倒来看护审判。大人，你讲伊就是千里甲顺风拍，无唔对，伊就是叫因两人拍着伤的，所以讲这无度讲话啦。是讲要请教大人，敢有人亲目睭看到千里甲顺风，甲伊拍甲变做安尼？你搁加辩解，事实摆在眼前，这个人分明就是这两人拍着伤的。那安尼是不是当请教大人？敢有人亲目睭看到千里甲顺风，甲伊拍着伤？是伤者亲嘴讲的。但是拄则我敢若听到讲，伊已经无法度讲话。大妹，在，你唔是讲
用手是上者亲嘴甲你讲的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恁大人，俗仔是应有的。糊涂！三皇子一再甲你交代，办案爱掌握证据，袂用去冤枉人，哪会遮凊彩？俗仔知影毋对。甲人包走。是。大力。林公主，5花一张，过时。大人，是问请大人，互我将伊相医好，安尼嘛当掠出真正的凶手对。这一个孙武也是乌白乱舞，真正是唔惊死。万一若去互马总发现伊甲失窃的官人有关系，就准讲三皇子无要处置，孙家我袂放伊煞。孙武啊孙武，你有影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廖通亲人，你未免把本官看了伤戆啊！孙武大人，你新官内到底是咧拍什么算盘？苗通完全无了解。遮尼大的空棚，本官哪可能无发现？自头到尾，都是本官设计安排的。你甲迄个人拍甲变重伤，敢唔惊复原了后反倒转来陷害你？迄个人捌受过尊者的问题，演这出戏，伊是欢喜甘愿。等伊复原了后，该当安怎回答，伊心肝内有数。想袂到大人这么干巧无比。多谢今年你的服务。那你大人刷落来，要安怎做？等台的人详细复原，请三皇子亲身甲审问。好，看起来这场戏愈来愈精彩了。保证峰回路转，无到最后一刻，唔知影是笑死笑活。公主啊，伊那拢扫袂停啊！无要紧，我拄则是甲伊抹身甲上愈高。啊，这我知，因为这种药啊，会当让伊骨头好较紧的。啊，不过因为速度伤紧的关系啦，刺激到伊的脑，所以才会扫袂停啦。哦，是讲公主啊，你即摆用这么重的药啊，敢是因为三皇子的关系？7天的期限是愈来愈挖紧，无赶紧查出真相为用的。伊是咱目前唯一的线索，一定爱互伊紧的讲话。启禀三皇子，老大人已经掠到偷走国文的嫌疑犯。这是呢，人呢？伫马祖庙。三皇子，三皇子，洪经理，你哪伫遮？喂，三皇子，苗通是听讲逃走官人的关键人物特别招供，会烦恼这地官大人被灭口的代志会搁来发生，所以特别来协助保护，以报三皇子对苗通的受害之恩啊。人呢？启禀三皇子，人还搁在内面，林怀德应该真紧就给抓出来。
参见三皇子。免礼。金王子，这个人的伤，敢已经好啊？已经会当讲话啊！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做阿草啊啦。阿草，我问你，官营被劫的代志，是毋是甲你有关系？迄无关系，迄无关系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无啦。我相信你绝对毋是无效的主谋者，但是一定有人指使你来的对无？伫三皇子的面头前，你赶紧坦白讲。禀三皇子，盗走官银的人一定真厉害，所以这个人若是交出来，必死无疑，伊会惊，什么都唔肯交。会惊心？那呢，我即马就把你拖出去斩。啊，三皇子了命！啊，三皇子了命！三皇子，千万唔通冲动。这个人是目前唯一的线索。好，我给你一摆机会，你只要老实讲，我唔会赦免你的罪，而且我会派人保护你的安全。假使你若唔老实讲，我只好把你拖出去斩。讲，朱苗到底是啥？阿草啊，你若无想要用菜头哦，佮要将讲实罪，免惊，讲出来，哈。民讲，你放心，这个人若敢动着你，我有苗通绝对第一名。阿草，你上好是紧讲出来，也若无，都无人会当保你哦。好，我靠，是啊。你啦，什么人？是安怎要陷害我？阮这劫走官员，就是要制造民心不安。你竟然伫咧向我发放白米，分明是与公主作对。所以，这就是尊者对我的听法。我苗通是何等的人物，一间啊牢房，敢怪我关掉？哼！一个盗犯，哪有可能上泰山这天做国师咧？我被当作劫走官人的主谋，共款无法度定泰山这天，共款无法度变做国师。你放心，你若听话，尊者真紧就放你出去。尊者好意，苗通心领，请你回去转达尊者。无伊的帮助，我苗通共款会当大大方方的回家。
那呢，咱外口再相会。那是两通，根本就一点仔道理都无。启禀三皇主，無論屬下用什麼方法，苗通都無咩講。也毋過只能講，確定是伊。這真相到底是安怎？袂用的，我得親身去大路一撮。喂，喂，喂！师傅，你敢拍笑？为师个话是要创啥？是这两个人家己啉酒醉倒点要食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嘿，小师傅，离开这对你来讲应该是真简单的代志，你啥袂走？为师若真是离开这，那咧天下间所有人，都会认定赶紧才是比我逃走。安尼讲嘛对吼。奇怪，迄个阿草含你无冤无仇，为啥人要陷害你啊？为师无了解。哦，等下我去找伊算账。伊若不爱讲实话哦，我绝对好好甲收你。这件代志你莫插手。为师甲你讲，这个阿草啊背后有一个真有势力的人在听。还佫有比苏怪厉害的人哦，是啥？莫问遮尔啊多，专心做你的孙府千金桥。小龙女，你传什么好料的，要来有师傅吃？师傅，今日摕来的物件哦，拢是你上爱食的呢。来，我甲你试哦。好食无？好食。小龙女，你要亲像头一遍去师傅食饭。对啊，电脑是师傅哦，捌饲过倒伊食饭。好，什么时阵？有一遍啊，倒伊看袂到足严重的，倒伫面床顶倒要半个月。好佳哉吼，是师傅饲倒伊食饭，佮食药啊，倒伊毋照我都好起来。为师拢袂记哩啊。拢400年前的代志，袂记哩，也是正常的啊。小龙女，点过一件代志，你还佫会记的呢？当然会记哩，我袂讲袂记，永远拢袂当袂记。师傅，我饲你。那。三皇子，我问你，你现在是来苗通今日影写遐尼大，答案我是知，我是知伊真有啥物好奇怪。也毋过，我看到你饲伊食饭，两个人阁这么欢喜，我想恁两个人关系应该真热烈。阮两个，哦，拜托诶，你竟然误会我甲伊。我毋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爱你讲一句。
我啥物嘛无想要讲，假使你若相信我，你就无应该继续问落，应该无应该怀疑我。问嘞，好啊啦，无想要搁讲，我有代志要报伊，是嘞。问嘞，你家己想清楚，假使你若想袂通，你就莫来找我。你讲得无唔对，叫向苗通乡外口有足侪百姓。对，我看哦，苗通甲因徒弟吼，唔知佮比啥物棒哦。代志凡事毋是亲像咱想安尼。公主，你要谁？我要来去组织一场暴乱。咱村卡出手的机会搁来啊啦！唔通佮闹开啊！谢红吉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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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红吉林。铁公山，在，先交一兵马。是。谢红吉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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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红吉林。这是大路禁地，各位手提武器已经违反律法，请各位自重，赶紧离开。莫用公权去挑战。请三王子甲苗通进行释放，阮随时就离开。苗通犯了国法，你的要求我无就照办。你凭什么讲苗通进行犯法？就凭一个罪犯所讲的话，那呢是毋是伤过老粗？要要服从呢？今年主笔违法，尽在这面。你是搁做了啥物？三王子若坚持唔放啊，那呢这深受今年的恩惠的乡亲，绝对袂放你干休。放手！苗通嘅代志，三王子自有定夺，你咪交嚟讲话。好，既然甲安尼，就无啥物好讲。各位乡亲啊，大家秉持良心，解救真人，解救真人，解救真人。三王子，听我的命令因素。是。谢红吉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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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红吉林。三王子，请下你，因拢是百姓，万一发生啥物代志，三王子，教主听令，赶紧全部抓起来！三王子，欢迎你来。是。拍摄哈，大家休息啦哈。林公主。三王子，我特别讲来要提醒你，唔通中着人的计。你是讲苗通是去用陷害？我无了解你的意思，是安怎有人要冤枉苗通？伊的目的是啥物？三王子，你敢知影伤害这个百姓会造成什么款的后果？我当然知影，会引起更多民怨。对，这就是劫走关键人的目的。伊要制造动乱，陷害苗通，这就是伊计谋其中的一步。妈祖启示录，大喜就是时时刻刻拢有欢喜心，喜是袂怨妒、袂自高，更加袂当怨过甲暗妒，唔通将苦难的乌影
压在心内，爱散发光芒甲热情，爱及时行善助人，生命才有意义。 苗东，你会当出去啊？真歹势，甲恁的体力用歹去。讲起来，就要感谢你。若毋是恁公主叫我苗通啊发放白米赈灾，恐惊今仔日没有遮尔啊侪乡亲时代的声援。做善事是替家己责任，什么时阵有福报，什么人嘛无法度赢。你意思是叫我苗通啊继续做善事？高年硕虎，高年进，高年进，高年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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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年进，高年速，高年速，高年速。三毛主，赶紧的代志，苗通有影都唔知影。三毛主，苗通实在真显心你，你是一位非常幸运的查甫人。这不免姑娘是这么善良，这么温柔，佮再讲，伊是这么介意你，所以三毛主你是天下间上界幸运的查甫人。不免姑娘这么好，你爱好我把握。才袂危害终身。苗通先个性。我一定要详细看清楚。是安怎有人这么唔惊死，甲我陷害了后，佮甲大大方方登门做客？真人爱讲笑，真人敢是这么无北长的人？历史应该毋是因为我苗通有北长才有恃无恐，应该是论定我苗通唔敢甲尊者作对才对啊。其实尊者早就知影。真人一定会当专心立体，一种小小的危机，真人根本无看在眼内啊！感谢尊者看会起，请问袂使，何事需要苗通效劳？尊者的计策已经成功一半，接落来需要真人的协助。若是苗通做到的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真人言重了，不过小事一桩利益。什么代志？请讲。尊者想要请真人布一个阵。布阵。讲，你是安怎讲袂出的？你明仔讲袂出，一定叫判死刑。你是安怎搁要欺骗我？你到底是咧为啥卖命？
你讲，你若唔讲实话，那呢，我就要甲你斩首。三毛主条命，三毛主条命，三毛主条命。你只要讲实话，我就当饶你一命。我讲，起诉的人是。来。参谋处，咱已经死啊！参谋处，你看，想要知影观音下路深夜海时，乌龙山顶，这个消息有可靠无？不管是不是有可靠，即马这张字条是唯一的线索。所有的人员拢到啊，拢伫外口等候参谋处。好，行。参谋处，安怎？小可烦恼，这有可能是汉子。就算讲限制，咱嘛是爱去，这是咱的责任，你知影？小可知。参谋处，这件代志是不是要通知林公主？唔免啦，进前已经麻烦伊真多，搁再讲，咱嘛无理由爱伊陪咱去冒险，这样代志咱家己处理就好啊。行，是。这么晚，你要去倒位啊？哦，是安尼啦。就前一阵啊，为了找找官员，大家非常辛苦，所以老大人哦，就拨一寡官员要想说下骹手人啦。我甲铁公山去探视一下。我哪听会将官员收束下骹手人，有咩有可能？事实真正是安尼啦。你家底下座位哦，实在互人钦佩。铁公山，行。是。这个人的企图非常的明显，我想，伊爱我入去会中，甲伊做伙饮酒，安尼才肯讲出官员的下落。这个人必规必怪，足会显内，请参谋处修好清楚。我嘛知影这其中有诈，但不过我若是无冒险，是变怎得到官员的消息？三皇子讲了无唔对，要知影官员的下落，我来请三皇子入去烈火之中。何方有人？必贵必怪。懂啊！你若搁向前一步，就免想要知影官员的下落。你到底是啥？到底是要创啥？我已经讲了真清楚。请三皇子入去烈火之中。参谋处，这个火这么大，你拿来入去，恐吓的身体站不了。在业不断，民不聊生，徛在火外，比亲身去火烧，互我更较痛苦。假使只是身受火烧的痛苦，就当救天下间受苦的百姓，我心甘情愿。参谋处，切我说哈里平。铁公山，你要爱的人是我，你去嘛无效。不管头前是毋是限制，上无我对得起家己的良心。
我叫你来，你会出来？三皇子果然是仁德爱民，不过真可惜，这种人的下场就是死伫个烈火之中。翻天烈火阵，会当入去，袂当出来。烈火包围，步步必经。天光进前，三皇子必死无疑啊！你无守信用，阮家主人捌教过我，什么叫做守信用啦？莫阁浪费时间对付我，救你的主人要紧。三皇子，紧出来啊！忘掉，云天烈火阵是为师布的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为师敢若是这场斗争之中的一个环节。翻天烈火阵，这个火阵必须要靠东海水叫我都破解。恁东海的水，不是平常人能力做得到的。你是安那来找我？会当灭掉混天烈火，就只有东海之水。那你真简单啊！你是金河灵王，迄个东海灵王一定会予你民主的嘛。小龙路，你也知影，为师已经真久无做灵王啊。三皇子，紧出来啊！天烈火阵，极力不足。三皇子，拄啊咱的时阵，经过一条溪，即马我随个人去刮救咱的火，所有人紧去溪边刮救咱的火。是。对哦，我来找下点问个清楚就好啊嘛。消息敢正确？禀大人，属下确是亲目睭所看的，所以讲全程等来禀报大人，你知影。我看这边三皇子伊是劫色难逃啊！这个阵敢真正这厉害？这个阵水袂用熄，火袂使灭，困在其中必死无疑。这个阵叫什么名？你搁讲一遍。翻天烈火阵。大人，咱来去关心者无？你是咧起笑是？咱大兵关键有啥路线？到时阵铁公山向顶头报告，讲咱见死不救，安尼毋是自找麻烦？大人，那安尼，等去困啦，当作毋知影这件代志就好啊。是。忘掉，混天烈火阵是为师布的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你敢不是要向三皇子去泰山祭天呢？你敢不是要靠三皇子，互你做故事的？那安尼这阵你啥要杀伊？为师敢若是这场斗争之中的一个环节，有真侪代志，为师我都家己做主。我唔相信，你是金河灵王的，遐个犯人哪有法度信过你啊？为师敢是为师已经被天庭定罪，马祖为天庭约到凡间，要接驳为师归案。这阵，要有什么人认定我是灵王？伫道义的心目中，师傅，你永远都是灵王。也毋过道义拜托师傅，你千万袂用互遐歹人骗去啊！无啊，为师要做什么代志，为师非常了解。
无需要你来教我。师傅，我拜托你，救三皇子好无啦？无可能，爱为师放伊一条生路，那咧为师的计划唔得白费啊！师傅，莫搁讲啊！师傅，我求你。 你在写创啥？小龙女，自从为师收你为徒了后，你每一遍犯错，我若是要处置你，你都袂跪。这就是为师欣赏你的所在，傲慢、有骨气。也不过今仔日，你竟然为着三皇子向我下跪，这是为什么？ 因为我害伊，但若知影你要杀伊，那咧师傅，你都无应该安排我接近伊，无应该让我去爱着伊啊！伊对你敢真是这么重要？胜过我的性命。假使讲伊若死啊，你敢愿意跟随伊？我要自杀，我要留伫咧人间。 我会逐工受伊的梦，无自我，嘛无灵魂。我要甲家己当作是伊梦寐情的一丛野花。伊真是值得你安尼做。当然嘛有客答。你起来。师傅若唔紧答伊，道义都唔紧起来。 小龙女，你先起来，为师甲你讲，混天烈火阵一旦布成，就无多通收回。所以要救三皇子，为师真是无能为力。无可能啊！万物生生相克，有定法，都一定有破解的方法，无可能完全无解嘛！ 破解方法是有，也毋过师傅真是做袂到。到底是什么方法？会当灭掉混天烈火，就只有东海之水。那你真简单啊！你是金河灵王，迄个东海灵王一定会互你面子的嘛。东海灵王我上妈祖管的，伊刚要论定我是伊兄弟。 小龙女，你也知影，为师已经真久无做灵王啊。注定来翻天的火阵，水拍袂花，土无法度灭，要破阵，只有因东海之水。你明明知影东海离这数千里的路，来回上爱7日，根本就袂富袂贵。感觉真正就无法度救三皇子啊！李光山，你明仔载回去，代替我用虎王兵符。我虽然无法度甲官因找到，也毋过我已经尽力。 我用我的性命来证明我对朝廷的一片忠心。三皇子，李永山，你现在要安尼做？保护三皇子是属下的责任。不论三皇子是伫何所在，我拢会对伫三皇子的身躯边，无论是生也是死。高天是我的好兄弟。这。 属下唔敢。李光山，我从来就无甲你当作是我的部属。伫这时阵，多一个这么忠心的好兄弟陪我，我真欢喜。这，多谢三皇子。
铁公山，我紧。铁公山三星有幸，会当对伫三皇子的身躯边，应该是铁公山敬三皇子。翻天烈火阵，无唔对，这个规定必须要靠东海水才有法度破解。林公主，我拜托你啦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三皇子的。翻天烈火阵，因东海之水，东海离这数千里，是要咱及时处水灭火。因东海的水，唔是平常人能力做会到的。你是安那来找我？讲啊！我啥物拢知影啦。我知影你做人自卑，我嘛知影你过人。我更加知影，你一定会尽全力救三皇子的。林公主，我拜托你，今麦除了你，我真正唔知有啥人斗相共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一定要想办法救三皇子，好唔好？你免着急，我会替你想办法。多谢你。铁公山，无效，三皇子。这。铁公山，平安，咱两个真有可能葬身伫个遮，也毋过我一点仔都唔惊，因为有你这位忠心的兄弟陪伫我身躯边。我甲你讲，会当甲你做伙出生入死，是我这世人上大的荣幸。来，我敬你。多谢三皇子照顾，铁公山敬三皇子。哈哈哈哈！林公主，三皇子，你哪来遮？三皇子，已经暗嘛，我想要请你回府休困。也毋过，咱即马困伫个翻天烈火阵内面，恐惊无法度出去。三皇子，只要你有心，任何的人事物，拢无法度阻挡你的去路。若想要灭火，就必须要引东海之水。也毋过东海离遮路途遥远，根本就袂赴救火。三皇子，若无法度去东海取水，咱会用请东海灵王送水来。请东海灵王送水，真有可能？上总有悲天悯人的慈悲心，三皇子你这么得人心，而且佫得人心，为着百姓，甘愿牺牲你家己。你想，上苍敢会忍心取走你的性命？也毋过，
落雨啊！真正落雨啊！灵王真正送水来啊！感谢灵王救命之恩。三王子，若无你有牺牲家己的精神，两王嘛要来救你。有人咧等你回去，我先告退。三王子，三王子。是我，Cindy。三王子，安尼我就要交到伊休困啊。阮的，就是以后有可能见袂着你啊。我嘛赶快。公主啊，无讲你唔知，这你偌厉害呢，足高杯，咱唔知会救三公主啊！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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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无啥啦。公主，孙龙嘛足厉害呢，哦，一个灵功呀，就四天个人真好吹水，哦，你讲一杯水都还袂啉出来，伊就甲大神搞这个清清楚楚，真正是厉害厉害。无啦无啦无啦，啊，厉害啦，无啦。平常时吼，敢若看恁两个咧相打，看唔出今仔个会相补哦。无啦。佳仔，佳仔即摆东海灵王无刁难，啊若是无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公主，你哪安尼讲？这是你的面子啊！你讲的话，灵王哪敢唔听，对无？三王子这关是拖过啊，啊若后一关呢？我惊后一关。对啊，到底是啥物人才冤枉三公主一定爱伊的性命？我认为这无效，一定有人咧控制这所有一切，而且这个人的能力是非同小可。哇，若是安尼讲起来哦，三公主的性命，伊的运命可能嘛真艰苦哦。迄个人在什么时阵要搁出招？爱去，伊伫暗处，咱伫明处，拢会较细腻。苗通真人，为何有人知影烈火阵破解之道？又为何有人将伊破解？怎样？心虚心？我问心无愧，无来心虚。我想你应该知影是谁咧变鬼。我劝你甲人搞出来，我会伫尊者面头前替你讲几句我好话。请原谅苗通愚昧，此定一旦报成，就无法度破解。就算讲苗通愿意协助破解，我那是心以为力力不足，所以苗通有影唔知影这个个人之下。你愿意承认也好，无愿意承认也好，我是来转告。尊者对此事非常的生气，念在你有尽力，一届就无要搁对去。但是绝对不准搁有后一摆。莫讲我无警告，若是有人挑工要揪你后骹，我劝你紧甲找出。若无这，最后吃亏的就是你。哼！
咱们都敢若做一场恶梦共款，好佳在忘记一切拢过去啊。哪有一张被啊？怎竟然有人走来我的房间？我煞一点感觉都无。是师傅。知影家己做唔对代志后，道义是为着要救三皇子，并无认为家己做唔对什么代志。既然认为无做唔对什么代志，是安怎唔敢看为师？数百年来，你跟随伫为师的身躯边，但情同父女。我认为，你凡事会为为师设想，想袂到，你教完干了后，你开始变了。到底是啥物互你变甲遮尔紧？是三皇子，或者是妈祖？拢毋是，是道义看到真侪代志，了解真侪代志，甚至体会真侪代志。道义开始知影讲，啥物叫做是，啥物叫做非啊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所做所为拢是唔对的。道义才唔敢妄议师傅，也毋过师傅，这是人命关天呢，你要哪样遐尔啰嗦？搁再讲，伊是东京朝廷的皇子，万一若是有撒长两底，你要哪负起这个责任嘛？你点名，我乃是天上的神仙，江河灵王，就总讲是当今的皇帝。会当对待我安怎？啊，你敢毋是讲已经无人甲你当作是神仙，你无做灵皇已经真久啊？好事！这敢是你对为师讲话口气？道义干那是实话实讲尔嘛？师傅，道义真正无了解呢，到底是谁遐尔有本事，能让师傅心甘情愿听伊的话，甚至无想一切代价想要除掉三皇子？为师无听任何人的话，做任何代志。为师安尼做，拢是为着我自己。任何阻挡我的人，拢是死路一条。包括道义，无唔对，包括你。你变了，你过去拢袂真快断线。嘛要亲像即马，变甲遐尔凶残，想要害人。为师无变，变的是你。既然安尼，道义无话通讲，道义是灵鬼，这师傅甲你保重。谢龙姑。师傅，还有啥物吩咐？你破坏为师的计划，我若无天地你，是要安怎对其他地主交代？道义违背门规，师傅要安怎执法，道义拢无话通讲。就算道义爱甲性命献予师傅，道义嘛袂有任何的办法。真好。师傅，请动手。公主啊，你是咧替什么人卜卦啊？温娘姑娘有结束。你是什么人？啊，敢管本朝遐代志？看到你，
你上快这手无寸铁就女子。都是违背门规，师傅免怎执法，道义拢无话通讲。就算道义爱甲性命献给师傅，道义嘛袂有任何的败坏。师傅，请动手。 卖怪师傅，若是师傅收留我，小龙女伫个5万年前早就死啊！就算师傅要甲我这条命讨回，我嘛袂有任何的怨言，这拢是应该。师傅，当初无我办事，无一定道理处死。如今师姐，我心望，乃是因他贪心怕死。小良女虽犯门规，但是勇敢承担，毫无畏惧。这小小天地已经有够，这是为师要予恁的启示。今后无论做唔到什么代志，一定要勇敢面对，知无？是，地主知影。 小良女，爱会记的，以后无论做什么代志，爱详细考虑清楚，唔通妄动行事。老大人。 参见陈公主。免嘞，老大人，你敢知影文莲人伫倒？文莲无伫。我四界找伊拢找无啦。后来听讲，伊透早就离开官体啊。奇怪，透早就出门，伊是会走去倒？三公主无需要着急，文莲伊毋是囡仔，伊较早嘛常常出去赈灾济民，应该袂有代志。 若是平常时哦，我是袂想遐多啦。也毋过经过昨暗的代志，只要一点风吹草动，我就会担心烦恼。昨暗是发生啥代志？讲起来话头长啊，我会叫铁护卫向你详细的说明。即摆上重要的就是赶紧找到文莲，我安心。文莲比较可能去的所在。对啊，敢毋是为着昨暗的代志，伊去找林公主说道啥？ 比赛只甲我讲，昨晚的过程是叫林怀的迫害，敢讲甲文莲有关系？你两个来这创啥？师姐，阮真清楚师傅的作风，伊向公私分明处理代志，无私无偏，也毋过伊今仔日的做法，阮非常的不服。 你到底想要讲啥？师傅一时的软心，不忍心处罚，也毋过师姐，我知影你将来的处事甲师傅做，所以我今仔日要来处罚你这个反背师门的叛徒。谁啊？你想要创啥？你点伊！你若无想要甲我斗相共，无要紧，也毋过我的代志，你无需要管。哼，讲什么仁义道德？你根本就毋是迄款人。哦，我知影啦。 你是看袂惯是师傅这么啊疼惜我，你伫咧嫉妒我，所以毋才挑故意要报复我。你话袂讲？那唔轻信你就准拄煞啦。啊，毋过我先甲恁警告哦，以我的功夫要对付恁两个，对我来讲是非常简单的代志。
你若是事无，就赶紧离开遮。那呢，我个人当作什么代志拢无发生过。哼，功夫好是你家己咧讲，师傅这几年嘛教我袂少武功，我拄啊趁这个机会，好好来领教你的功夫。水影，卖怕啦！那呢，我功夫咧。当我师傅拍出迄枪的时阵，已经将我的武功毁掉。公主啊，公主，你有叫过年一家我的补品哦，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甲顺芳甲送过去，啊。公主啊，你是咧替什么人卜卦啊？有啥物问题啊？温良姑娘有急事。哎呦，你袂相信诶，进来救人，进来。免，会当平安度过这个难关。公主啊，你的面型咧，面有面角啊。要救伊的人，该有感情的救感。迄免讲嘛是三公主啊，安尼真好啊，安尼都无代志啊，也是天保较可怜。哦，咱紧送来回食一顿好的。公主，阮来去。我来去哈。三公主。参见三公主。免礼。三公主，你是要来找温良姑娘？无唔对，温良姑娘敢有伫庙里？无来。无？那呢？伊会走去倒位？三公主，温良姑娘吉人天相，就准讲有撞到灾厄，我相信嘛会当逢凶化吉。你对温良姑娘有情，烦恼是一定会。也毋过将心比心，我希望你会当体谅温良。林公主，我唔知你的意思。三公主，对查胖去赶紧7天的期限已经得要到啊。假使讲三公主，你若无用全部的精神去调查真相，万一若用调动去惊啥问罪，你想温良姑娘的烦恼，一定会加你千万倍，对无？林公主讲了有道理。既然你讲温良明仔载当平安倒转来，那呢我就放心啊。我即马继续等去官体找找官员的下落。那呢我先过世。妈祖启示录，学佛的人性命就亲像一张白纸，为乌擦白，写直写还，
想要安怎拢会用的顾在意。学会了后，性命就亲像咧纸顶头学写字，爱专心专意，端正照准前，才会当互人看。你是啥物人？敢管本岛遐代志？我拄好经过这个所在，看到你咧伤害这手无寸铁的女子，路见不平，挺身上路，行走江湖，本来都有一款劫义之心。真大的口气！好，那本大要先了你一命。姑娘，妈，走。呀，姑娘，妈祖庙。这位姑娘受重伤啊！是伊叫你来找我？伊甲讲要来妈祖庙呢。请问你？我姓赵。赵公主，请。因五种药府已经刷毁，奇怪，阮连姑娘哪伤到这尔严重？那平日功夫，我伫山顶救着这位姑娘，看袂出伊有功夫。林公主，你若安尼讲的？阮连姑娘伊是孙府大人的千金，自细就有学淡薄仔功夫，也毋过嘛是无应该是安尼。那安尼甲伊会好？当然会用的，也毋过需要互我一暝一日的时间。赵公主，你若是有代志，你用做你去无用，我会尽力甲伊医治。假使讲你若是关心本人的详细，你用明仔载才过来。那安尼我先过去。这么多官人是安怎有走？我想一定是利用马车来载。铁公山，苏海仔，恁两个都要去金库一撮，我要看一下现场。是。启禀三公主，属下还有公务要办，若无属下先排开好啊。唔免啦，
身为爸母官，公务为重，你派陈敏来协助就用的。多谢三王子，上下只是派陈敏去召集人马，甲三王子伫咧金库会合。行。赵公主，林公主，你是来看文莲姑娘？是啊，请问伊即摆情形安怎？你放心，伊已经无性命危险啊，搁休困一下就好啊。安尼，我敢袂当入去看伊。请。文姑娘，文姑娘，你先莫颠倒，你身体还袂好办。主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你莫安尼讲啦，这无啥啦。若不是公主，我说对。若不是赵公主你救文莲，文莲早就无命。公主，多谢你。赵公主，多谢你。你讲啊。文姑娘。启禀三王子，上下来了较慢。所有人听令，分开找杀手，一项拢袂当我放过。大姐，唔知三王子有何指示？所有的人拢袂用顶当，安尼会破坏现场。我已经找到线索，只有一寡囡仔魂，浅的部分是空车所留，深的部分是载运官员离开所留来。你即马去找人来让这囡仔看到到大细，然后到城内四界门看卖，这款的马车有啥在做，有啥物人买，凡事就当找。这安怎？有啥物问题？禀三王子，这批盗贼恐惊的唔是本城的百姓，马车嘛有可能是有外地来，人可能已经早走去。这是即马唯一的线索，无试看卖哪会知影？凡是遐盗贼，无是要引起人的注意，所以挑故意利用本城的马车作案。上下明白。明仔就是最后期限，赶紧进去。是。早就应该想到三皇子会甲现场擦亮，巡抚嘛未免伤后知后觉。多谢林公主照顾文莲姑娘，文莲姑娘恢复了真好。林公主，你的医术这么好，苏元凯非常的敬佩。赵公主，
你唔通安尼客气。林公主，那呢我就过世了。赵公主，我看你的气质，应该是有真好家世背景的人。唔知你是对倒位来这是为着什么代志？林公主，多谢你非常看得起我。我自细汉甲师傅就伫咧山内练武，也毋过自从师傅过身了，我就四界行行看看。其实来到这个所在，只是半路经过，并无啥物目的啊。那呢，是毋是能请教尊师是要哪称呼？师傅早都无问世间事啊，伫咧江湖上无啥物名号，我无方便讲伊的名。赵公主，我拄则问，并无啥物意思，请你唔通见怪。我了解，那安尼林公主，我就过世了。小兄，我看咱若是甲师傅坦白讲好啊，若无万一代志变空，师傅伊袂放咱煞的啦。即马讲出来，师傅敢就会了下来。回去咱拼一摆啊！无你到即马，师姐已经无性命啊！师傅，师傅，恁两个在创啥？是毋是有代志隐瞒为师？无。有师傅，地主调查发现，师姐并无得去巡抚官体，我咧可能是伊对师傅的处分真不满，调过因闹失踪。胡白讲，无证无据，胡白讲话。无信，你若是去敢咧胡白讲话，为师绝不了你。地主，知影唔对啊？为师甲恁讲一遍，小龙女的代志，我有家己处理。恁两个若是敢私自行动，我绝对严听你。为什么跟他混了呢？这个妈祖真正是有够厉害，伊的医术真正无人甲伊会比。无敌，竟然敢对我下毒手！好，我即马向师傅禀报，叫师傅替我出一口气，好我来处理。无毋对，是为师挑过甲你功夫收掉，这是你应该得到的肯定。师傅，你敢知影咧做，差一点仔就倒入海死啊！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倒二位才离开无偌久，就去拄到两个歹人，将倒伊拍着伤，害倒伊差一点就袂用见到师傅啊！有一款代志，你有要紧无？这阵已经无要紧啊！好佳在迄个时阵，有人出手救倒伊，倒伊这阵毋才好倒徛伫咧是谁甲你救的？遮？是一个我无熟悉的人啊。一个你无熟悉的人。嗯。到底是啥物人敢对你下毒手？甲为师讲，为师替你报仇。为师绝对予伊在死之前，你也遭受刀剐之苦，予伊往生了后进入地狱，永世不得轮回。讲，对方是谁？是毋知叫什么名恶霸所做的？迄两个恶霸想要逼倒伊做伊的奴才，倒
所以道理嘛唔肯答应啊，所以因都见小灯生气，将道理拍着伤啊。安尼你敢知影对方是啥？我唔知影。假使若是搁有道理拄着，道理一定会详细调查伊的身份背景，到时阵再搁请师傅替道理报仇。安怎？要是唔肯死心，爱看到我心里才会甘愿是。师姐，你咧创啥？武林以小人之心度君主之腹，让师姐受到伤害，罪该万死。师姐不但无计较，搁助阮两个脱险。这份恩情，阮两个铭记在心，永世唔敢放袂记。无要紧啦，代志拢过啊，起来起来。多谢师姐。这是梵音之地，日后师姐有任何需要，只要分弟啊，阮两个就会得到信息，一上短时间来到位。师姐武功真实，难免拄到危险。我甲师兄一定会全力保护师姐，护灯大会在所不惜。梵音之地的声会当传百里，啊，毋过除了阮师兄弟，无人会当听到。这么趣味哦！多谢呢。师姐，师弟过时。我嘛唔知影讲是安怎我会原谅因，敢讲这是妈祖娘娘予我的启示。不管安怎，我感觉我家己做对代志啊。我若是加两个朋友，我心肝内嘛感受到进前将难忘的快乐。师姐出代志啊！师姐，有啥物代志？文内，你回来啊？那我伫遮徛遐尼久啊，你是想啥？想甲你讲心放心啊？我在想观音的代志啊。哈，原来你毋是咧想我，哼，无良心。唔是啦，文内，我甲你讲生笑的啦，看你紧张甲安尼。讲啊，到即马观音都无下落，明仔载就是最后期限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做。哎呦，放心啦，我相信真紧就观音的下落啊。陶大人。调查运载观音马车进度如何？启禀三皇子，已经掌握几落个可疑的对象，但某头已经带人前去调查。动作要紧。启禀三皇子，什么代志？麒麟军的大统领来啊！请伊入来。三皇子，大统领是来宣读信息。三皇子接旨。魔红万岁，万万岁！
皇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三皇子保护官人不力，致使数万灾民陷入困境，民不聊生，动乱不安，罪无可赦。今派义林军瓦解环境，接受听旨，途中所以有假，伊是对广大百姓之忏悔，对辜负朝廷之托之负责，钦处。下万岁。启禀大统领，官营被劫的代志，参谋组已经有新的线索，请大统领宽限时间。圣上之令，不可违抗。到底是安怎？到今嘛未到？尹大人，三皇子已经查出在官人的马车是当兵高压，但是负责所有。人有抓到，你敢有交出来？对方紧讲。对方数日前已经全家BBQ。我早就应该爱想到，对方绝对会下毒手。请三皇子回房换衫，午后3刻起跳。大师姐，拢准备好。好啊，师姐请放心，伫河的下游，船只已经在等啊。若到对岸，自然有人接应。真好，辛苦啊你。是我无，你应该怪别人。对去一个所在。文莲，文莲，你要带去倒位啦？文莲，我爱你对我走啦。咱去最远的所在，去一个无人熟悉咱的所在，咱能放下这一切，明明清清过后死人好吗？你叫我倒无？我已经安排好势啊，咱就为这花园后壁出去，绝对无人会发现的啊。行。安怎是？我袂用得走，为什么？我亲受风阮，如今对不起朝廷，对不起百姓，我哪会当放下这一切，就做我走？你若袂走，敢讲你真正要强阿长去朝廷？万一皇上伊若真正破同罪，你是要安怎啦？我愿意接受。你起啥心？你哪会这么啊糟头？我不管，你等下对我走。你真正要走？敢讲，你唔惊你一世人拢看袂到，看袂到你？我的婚礼是，就算讲你会恨我一世人，我嘛绝对袂当做一个不忠不义的人。
三王主，我是三加一教，请即时启程。三王主，小下无礼，起来，这不是你唔对。三王主，这是圣上的命令，请三王主原谅。我了解。本的，三王主，我陪你行这段路，好无？三王主伊观音物件，即马调定去掠伊等伊治罪。所以哦，阮特别找你来要送三王主的这个代志，保守秘密，袂当让林公主知影，知无？我知影。三王主仁心爱民，那就我这种下场。是啊，公理何在？公理何在？上柜。大林，上主是好人，我叫你放伊走啊！无论什么人阻挡军队，一律击杀无论。请你上好，紧把田某带走。不会啦，伊若你不会放你走，我一定有走啊！不，听我在。是。田某，我了解你对三王主的照顾，感觉无公平，我嘛同款。也毋过，三王主对毋是是面子，即马铁公山请你离开，要让三王主为难。铁大林，你会保护三王主吗？为性命担保，我绝对不会让三王主受到任何委屈。三王主，你要保重哦。你放心，我会。你嘛要好好照顾家己，知影无？请我边啊，互人过吼。参见二皇主。是。免的。下二皇主。你是二皇主。将三皇主放开。放开。下我奉皇上的命令，前来押解三皇主。二皇主的命令下我无得遵守。将三皇主放开。有啥物责任我来担。你若是无甲放开，我就随待你。也搁，恁兜的人，一个就免想要活。二皇主，敢有需要去考虑？三皇主，请。李兄，三弟，你是我兄弟，啥物人敢当你，我就改变。官人失踪案的幕后主使尊者究竟是谁？尊者是安怎要处处甲三皇子作对？伊到底有啥物目的？二皇子对小龙女有好感，引起三皇子的嫉妒。兄弟变情敌，情海起风波，小龙女最后会情归何处呢？
妈祖娘娘设计引蛇出洞，要互奸人中计，而且一步一步陷入妈祖娘娘所设的陷阱中，陷害玉皇的幕后凶手，骨壳已经要扫出来啊！妈祖启示录，学佛必须爱了解无常的道理，确实会用彻底明白这个道理，才会当超越家己的性命，来去自在，迈向光明的境界。因阮心肝遐凄凉，夜夜梦离离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甘，青春半无通，歌声咧酒里暗，看阮舞步。遥望岁月流转，红颜像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坏听风光，红颜像花丛天深看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念？红颜像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坏听风光，红颜像花丛天深看。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。